老师，各位校宝，学生们讲的太好了，我感动了，我感觉在座的各位也感动了。同时，我们感受到他们与廖学兵老师之间这种深厚的感情。可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必须说可是了。可是，我们郁金香中学需要找怎样的这么一位老师呢？我们需要找的老师是一位能够真正把学生的成绩大幅度提高的老师。郁金香中学之所以能够一直屹立在全国名校的前列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着非常高的升学率和成绩。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，对吧？话说回来，在这一段时间内，这个班的风气还有他们的体育成绩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，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他们的文化成绩，恕我直言，好像没有什么进步。那么如果这个样子下去，到了明年的升学大考，这个班他会拖后腿的。如果往严重里说点，咱们郁金香中学的整体水平就会被他们拉下来。邱主任，你怎么看？依我看，现在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直接解散这个班，把能够留下来的同学分散到其他的班级里面去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去留的标准是什么？当然是成绩了。那没有留下的同学呢？该怎么处置？他们可以选择休学、转学，甚至退学。不过这个问题，校长，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现在应该操心的吧？各位校董，在你们做决定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能考虑一个问题：郁金香从100年前立校开始，我们的建校之本是什么？教书育人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在没有高考之前，我们郁金香是靠什么才能走到今天的？我想这不单单是升学率和成绩单能说明的问题吧。这些孩子，我们该如何的对待他们？是把他们引领上人生的正确之路呢，还是把他们丢回给社会？这些都是在各位校董的决定里面。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想法，谢谢大家。经过校董会认真的考虑和商议，我们认为，对反映廖学兵老师问题情况，基本明晰，皆属事出有因，而廖老师的相关行为也没有大原则上的偏差和问题，因此，请校方即刻恢复廖老师的教学工作。但是，本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，高二班的去留问题不做结论，等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再议。如高二班未能达到同年级其他班级平均水平，则按邱主任意见解散这个班。梁老师，怎么了？校董会刚刚开完，校董们决定让你继续教我们。怎么？我继续教你们，你不开心啊？没有。如果咱们班期末考试的成绩达不到年级平均分，还是得解散。大家都不要再想了，让我们为了 Super Teacher 杯的复活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干杯！Super Teacher！哇！哎，那个
阿南呢？他怎么又没在？不知道啊，我也好久没看到他了。这小子有情况，是吧？阿南，跟你接触了这么久，我觉得你特别好，你将来一定能成大事。多谢元哥关照。我呢，已经给你铺垫很久了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听元哥吩咐。阿南，你是个爽快人，但做大事光靠爽快是不行的，必要的时候，你要有一颗杀人的心。这最关键的一步呢，还得你自己来走。同学们，其实我也很反感考试，但是这一次已经不是个考试，而是一场战争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至少曾经努力过，我们没有遗憾，好吗？请放心吧，老师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以后放学后我和专会留下来给大家补课。想不想看日出啊？当然想啊！那这样，明天早上5点，滨海码头，不见不散。嗯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。那我走了。喂，南哥，老地方，我等你。元哥，李小白一会儿就到。白哥，这么快就来了？斌哥、阿秋呢？哦，他们随后就到。来，坐。今天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找啊。你懂我的。
跑不远，所有人给我追！追！按着血迹追！是。博彦哥，这血迹到这儿就没有了。我想肯定掉下悬崖了，这么深的悬崖掉下去。这儿的风景越来越美了啊！哎，你说这样行吗？哎，你就别管了，反正胡策和吕中不是已经去网络终端那边去黑了吗？喂，啊，你等一下，胡策说他黑不了。先别急，咱们去找老师。喂，那咱们一起去找廖老师。拜拜。走。廖老师，我们想找您商量点事儿。什么事啊？这不是快月考了吗？我们以前差的挺多的，补反正是补不上来了。这次想把试卷弄得漂亮一点，这样您的压力不也小点吗？你们想让我帮你们去作弊吧？不全是，比这个还要复杂那么一点点。说。我们想让您帮我们弄份试卷的答案。什么？你们想让我去帮你们偷卷子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廖老师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纠结了。这次要考不好，同学们压力都是很大的呀。那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呀？试卷到底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还是等廖老师来了再说吧。行，来。夜里只有2个保安在值班，已经被我轻松搞定了，估计现在已经喝醉了。至于邱主任办公室的门呢，问题也不是很大。哎，刘老师，邱主任的办公室情况怎么样啊？你们看这里，右边有3个柜子，除了这个柜子没上锁以外，剩下2个都上了锁。我想8成卷子应该在这2个柜子里。但是老师，这个柜子的锁怎么办啊？它又不是电子锁，我黑不了啊。啊，这次不用你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先去，我给你放哨。
湖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就我这答案，保证你们每人都能80分以上。嘿嘿。哎，廖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吧，我们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？唉，廖老师，你就别瞎想了，这不都标明了吗？郁金香高中秋季学期第2阶段考试试卷。哦，那好吧，你赶紧去把答案印了，确保明天人手1份。嗯。请把考试无关的东西收起来，准备考试。